乜嘢好啊？文文啊，上次你請我嚟咗去你屋企，咁今日你就嚟返我屋企玩啦。歡迎文文小朋友。咦，你係？我係圓咕碌老豆圓揼嗲啊！哇，都話新一代營養好噶啦，睇下圓咕碌大隻個細伯幾多。阿仔，係咪有朋友嚟咗屋企玩啊？邊個啊？哇，伯母咁大隻嘅？哇，圓咕碌，當時你老豆係點樣追到你阿媽噶？文文啊，愛情啊係冇分體積界限噶。當年呢，我老豆唱咗首高妹俾我媽，就追到佢啦。哇，呢一首歌妹咁神奇，我真係要唱下啦。Honey，雖然我沒有6尺高，我卻會待你好，我會接受你一切的改造。你似美麗城堡的一個待嫁的女巫，有着各種法術，一再施法使我迷倒。吃一口送我的蛋糕，以後就不知道。自此自動抬頭去望你，似對着神聖的海報，做你的俘虜。好啦，希望大家中意呢首歌妹同埋圓咕碌一家三口啦。雖然點歌嘅係人參，唔係圓咕碌，不過算啦，大家都照俾掌聲佢哋啦。好啦，希望大家中意呢條片，記得訂閱、點讚、建設性留言，仲有撳埋個鐘仔啊！咁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